状态慢慢调上来，也不是到那个时候临时抱佛脚的，就是感觉自己的状态一直都是处于在一个上升的阶段，真的早一年也不行，晚一年也不行，真的就是在04年，这个机会被我把握住了。如果03年的话，真的肯定我知道肯定拿不到冠军，对，前3名说不定拿不到，对，但是就是在04年，那个时候我状态是最好的。如果在05年呢，我的状态又有点下滑，所以说很奇怪，反正很多东西，那就我就想，有机会我就是到了你自己，你就是尽量把握，对啊，不要做后悔的事情就好。2006年7月，刘翔再次把握住了机会。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世界纪录12秒91，大会纪录13秒01，现在是处于领先。冲刺了，应该是刘翔率先冲过了终点，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3秒88是一个应该讲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么一个领域，可能在世界上面也没有人接触到这么一个领域。3秒88，那么作为刘翔来讲，他已经到了这么个程度。如果说他再要提高的话，他确实对我也是又是一个新课题。我怎么样才能把它提高？不是以前这种意义，那么以前水平比较低，你要提高0.1甚至0.2没问题，但是你现在要提高0.1是非常非常难的，他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么个极限了。从这个他的整个节奏水平上面还有进一步提高。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整体的训练负荷上，要给他加以改变，就是给他一种新意刺激，让他产生不适应，完了再通过训练来加以适应，这样才能提高。那一到了每年8月份的时候呢，都是我们的飞人刘翔备战的最紧要的关头了。那1周前来到北京的飞人刘翔，现在是正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局为本月25号即将揭幕的大阪世锦赛进行着最后的备战啊。对啊，其实就像每次出征前一样，在训练局的封闭训练，也就意味着大赛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了。每年8月，国家训练局的田径馆都会成为刘翔和队友们偶尔躲避北京高温天气的阴凉地。刚刚过去的7月欧洲巡回赛以及6月美国大奖赛，让刘翔完全有理由在训练的间隙和队友们轻松地看看报纸。7月在瑞士洛桑，刘翔以13秒01的个人历史第5个好成绩，为自己的24岁本命年生日送上了一份贺礼。6月在美国纽约，刘翔更是以12秒92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佳，至今稳坐世界排名的第1位。时间即将进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周年，刘翔期待能像雅典奥运会那样，再次成为把握机会的高手。这奥运会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周期性的比赛，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这很多问题，你都是始料不及的嘛，对啊。所以说你不能用平时的很多东西去评判你在奥运会上的发挥，对啊。平时如果训练很好，在奥运会上砸了锅也有可能。北京奥运会对于刘翔来说，重要的不是夺冠，而是新一轮的跨越。奥运会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这个事情，啊，那没有这种特强的实力，没有这种超人的这种毅力的话，那么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直到现在，我们在训练方面，我们还是始终如一的，还是应该讲，还在玩命的在拼。那么最终的目标，实际上还是为了08年奥运会。按照老样子走，一步步走，对啊。
我还是原来的我。8月是人们享受阳光假期的时节，但每年的这个时刻却是刘翔最为艰苦的备战关头。本月25号揭幕的日本大阪世锦赛将是刘翔成就大满贯梦想的最重要的一仗。相信大阪也会像雅典和洛桑一样，成为他体育生涯中又一个福地。当然，这当中还将会写上北京。